今集週末話題講下加拿大歷史中針對華人嘅人頭稅同之後嘅排華法案。今年適逢加拿大政府平反人頭稅20週年紀念，20年前即係2006年6月22號，加拿大聯邦政府正式就歷史上嘅人頭稅同後來嘅排華法案向華人社區公開道歉。加拿大歷史中針對華人嘅人頭稅。關於20世紀加拿大華人遭受歧視呢段黑暗歷史，加拿大星島過去曾經有多篇報導，今集節目就唔再詳細講述，反而想借呢個時刻講一講古今中外嘅人頭稅。人頭稅係一種唔分貧富，按人頭徵收相同定額金額嘅稅種。歷史上唔少國家或者地區都曾經廣泛實施呢種稅制，當中以特定族群為目標嘅移民人頭稅最具爭議。自1885年起，加拿大政府實施華人移民法，強制向每一名進入加拿大嘅中國新移民徵收50加元稅款，之後稅額逐漸增加至100加元，並喺1904年大幅升至500加元。500加元相當於當時工人2年嘅薪金。美國、英國同澳洲嘅人頭稅。美國早期部分州份曾經對所有居民徵收人頭稅，主要目的係限制非裔美國人、美洲原住民以及非英國後裔嘅投票權。其後，美國喺1964年通過憲法第26條修正案，明文禁止將人頭稅作為聯邦選舉嘅投票條件。英國喺14世紀中葉曾經實施引發農民起義嘅人頭稅。另外喺1989年，戴卓爾夫人政府強推社區收費，當時被戲稱為人頭稅，用嚟取代地方物業稅。由於被認為不公義，最終引發大規模抗議同暴動。呢項稅制喺1993年被廢除。19世紀淘金熱時期，澳洲部分殖民地，例如維多利亞省，曾經對抵達當地嘅中國礦工徵收人頭稅，以限制華人移民。隨住白澳政策被廢除，呢種稅制亦早已取消。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開始徵收人頭稅。古今中外嘅人頭稅，有啲係全民徵收，人人有份；有啲就係針對特定社群，帶有族群或者地域歧視。至於中國，更加有超過2000年嘅人頭稅歷史。簡單嚟講，就係歷朝歷代都中意用家庭人口作為徵稅依據。呢種稅制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秦朝統一中國之後，秦始皇建立嚴密嘅戶籍管理制度，每一位成年男子都要登記在冊，唔單止要繳納賦稅，仲要服兵役同勞役。到咗漢朝，正式形成口賦制度，亦即係7歲以上至56歲嘅男女都需要向國家繳納固定數額嘅稅金。呢種制度最大嘅特點就係唔論貧富，只按人頭計算。對普通百姓嚟講，細路仔唔單止係勞動力，亦代表更多稅負。因此，古代民間一直流傳一句說話：添丁未必添福。東漢末年戰亂頻仍，大量人口逃亡，好多人故意隱瞞家中人口，甚至唔敢為新生兒報戶口。杜甫：信之生男惡，反是生女好。到咗唐代，人頭稅制度發展得更加完整。歷史上著名詩人杜甫喺兵車行中寫道：信之生男惡，反是生女好。原因就係男仔大咗之後，唔單止要當兵，仲要繳稅服役，女仔嘅負擔就相對較輕。唐朝開徵資產稅先河。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大量人口流失，政府已經無法掌握真實戶口。於是唐德宗喺780年推行兩稅法，由宰相楊炎主持改革。兩稅法最大嘅改變係不以丁薪為本，而以資產為宗。呢項改革開啟咗中國由人頭稅走向財產稅嘅第一步。明代初期，朱元璋建立咗一套複雜嘅賦役制度，百姓唔單止要交糧、交布匹、服徭役，仲成日被地方官府額外攤派各種名目，造成名目繁多，百姓不堪其擾。1572年，萬曆皇帝即位，由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朝政。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即係將所有稅項同勞役合併成一筆，用白銀繳納。雖然人頭稅當時並未完全取消，但張居正主張量地計丁，即係以土地作為主要課稅基礎，為清朝取消人頭稅奠定重要基礎。人頭稅終結於清朝。清朝康熙皇帝曾經下令孳生人丁，永不加賦，意思係新增加嘅人口唔再增加人頭稅。雍正皇帝即位之後，進一步推行著名嘅攤丁入畝，將原本按人口徵收嘅丁銀攤入土地稅之中，按照田地多少徵收。從此有田者納稅，無地者免丁。呢項改革被認為係中國2000年人頭稅制度嘅終結。好多史學家認為攤丁入畝係清朝最成功嘅財政改革之一，亦促進咗18世紀中國人口快速增長。添丁添口不如添牛添狗。古代百姓對人頭稅充滿恐懼，因此亦留下唔少俗語，例如添丁添口不如添牛添狗。部分地方甚至出現隱丁、假死、屠戶等現象。有人將細路仔寄養到親戚屋企，故意唔報戶口；亦有人全家逃入深山，以躲避官府查戶。回望歷史，可以發現按人收稅曾經係中國以至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嘅制度，而隱藏喺戶籍簿、黃冊同古老俗語背後嘅好多故事，都係真實嘅血淚史，亦深深影響咗一代又一代嘅風俗民情。20年前，時任總理哈柏喺國會正式就華人人頭稅同排華歷史向華裔社群作出道歉。呢個道歉嘅意義唔單止係為歷史平反，更係對加拿大多元文化社會嘅一個明確肯定。時事評論人廖長仁發表一篇題為《平反人頭稅20週年，記住歷史，守護進步》嘅星島評論，分析20年前哈柏總理代表加拿大正式向歷代在加華人道歉嘅歷史意義。文章開首指出，今日嘅加拿大並唔完美，但同過去相比，確實已經成為一個更加包容、更重視權利，亦更懂得自我修正嘅國家。回顧歷史上嘅痛苦篇章，同時承認制度進步並唔係淡化歷史，而係要睇清楚當中嘅脈絡，並以持份者身份積極參與其中。文章提到19世紀後期，大批華人為咗追尋更美好嘅生活前景，遠渡重洋嚟到被稱為金山嘅北美洲。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興建期間，超過15000名華工參與工程，為國家東西貫通付出巨大代價，甚至有人因此犧牲生命。然而呢啲貢獻並冇換來平等待遇。喺當年偏好英美移民嘅年代，亞洲移民並唔受歡迎。聯邦政府首次限制亞洲移民係喺1885年通過華人移民法，向每名華裔新移民徵收50元人頭稅。其後又喺1900年同1903年分別提高至100元同500元，相當於當時勞工1至2年嘅薪金。即使如此，仍然有唔少華人選擇來到加拿大。喺1918年至1923年間，超過1萬名華人抵達加拿大。聯邦政府其後於1923年通過排華法案，直接禁止華人入境。由1925年至1945年間，只有極少數華人能夠移民加拿大，唔少家庭因此長期分離，亦有人被迫放棄同家人團聚嘅機會。正如哈柏喺道歉演說中所形容，呢係一段不幸嘅歷史。昔日華人長期遭受歧視係加拿大歷史上傷痛嘅一頁，但並非唯一例子。例如，為咗阻止理論上同樣屬於大英帝國臣民嘅英屬印度人，即係今日嘅印度同巴基斯坦裔人士入境加拿大，聯邦政府喺1908年將所謂連續航程規定寫入移民法規，規定禁止任何唔係直接由原籍國或歸化國家前來加拿大嘅移民登陸。另外，日裔加拿大人喺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被強制遷徙，同時遭沒收財產。其他南亞裔移民亦曾面對制度性限制，而原住民社群更經歷長期而深遠嘅不公平待遇。呢啲歷史提醒我哋，歧視並唔係孤立事件，而係制度偏差長期累積嘅結果。過去幾十年間，
加拿大逐步建立更完善嘅平權制度，權利與自由憲章將平等權利寫入憲法。官方多元文化政策確立咗尊重唔同族裔同文化嘅國家方向。各級政府亦透過道歉、賠償同歷史教育，承認曾經犯下嘅不義。對於曾經飽受壓迫嘅個人同家庭嚟講，改變確實嚟得比較遲，但同時亦反映出加拿大係一個願意從錯誤中學習並努力改善自身嘅社會。記住，歷史唔係要沉浸喺受害者敘事之中，而係要確保歷史上嘅不義永遠唔會重演。歷史嘅價值就係提醒我哋制度有可能出現偏差，同時亦提醒我哋社會有能力修正呢啲偏差。正如哈柏喺道歉演說結尾時所講，我哋肩負共同責任，要建立一個以機會平等為基礎嘅國家。無論一個人嘅種族或者族裔背景係乜嘢，我哋對過去種族歧視行為深感悲痛，而呢份反思亦將成為我哋堅定承諾嘅力量，為所有加拿大人建設一個更美好嘅未來。20年後再回望，呢段說話依然值得每一位加拿大人細心思考。